再来看国军爱国者飞弹的采购案，已经执行18档了。本地2027年特别结案，传出讲美国业者是要求等延，也毋过目前咱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嘛是佮坚持讲，要按照规划时间来交货。 国军测试爱国者例行飞弹，展现中国空域炸动能力。不过，国军爱伫性能提升加采买爱三案件，执行较单已经18档。飞弹俱乐部因为国际情势严重高温，本来2027年要结案，即马传讲美商瑞信公司阁希望会当延期。空军司令部是讲，即马采购案各项工作拢有照发计师计划点执行。 那我们也要求2027年，那会全面性的交付完成。那所以目前所得知的状况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延迟的问题。伫国防部向行政院提的军购特别预算，通讲规模超过兆，包括要建造大阪金强防空网，空军将会启动另外一波采购1个营3个连的爱三精挺型防空飞弹案。 专家讲，中国机国产的强强飞弹，炸动的高度超过70公里，比爱国者加强3又更加悬。以后应该当负责炸动大道飞弹第一线防线的责任。可能在东风时期这种变轨的战斗飞弹在实施变轨的动作之前，我们可以实施拦截，把它在变轨之前就把它打掉。 华盛顿邮报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为着来促成全习会，今年热天决战一条超过4亿美金的对台军事援助。就有评认为，美国对台军援是美中台三方关系之间敏感的议题，美国应该尽量避免提出台面甲中国谈，而且谈判有各种建设，不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向北京让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